歌手张惠妹阿妹日伫咧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歌迷是欢喜甲。不过有附近的居民就反映讲，因兜一直咧准，袂输是地动共款，嘛有人讲无啥物感觉，无受到影响。根据统计，1999这个专线日暗时计共有接到30通相关的电情。台北市体育局讲，已经有请万雄甲相关专业的单位来做监测。那万雄是强调讲，因的结果甲相关的数据拢有符合规定。市府若是对表演的内容甲形态有啥物建议，会阁甲主办单位来讨论。歌手张惠妹伫暗伫台北大巨蛋开唱，总计5场会一直唱到跨年。演唱会尾声唱招牌金歌3至3暝，现场气氛真嗨。也毋过有4khu的居民反映徛街震动真有感觉，电风一直嗨，就连放伫桌顶的杯仔也一直转。就一直晃啊，那地震是几秒钟就停，他那个是晃到他那一个歌唱完，整晚就这样。10点开始就一直都是大地震来临之前的那种晃。位伫大巨蛋边仔的信义区新经理李平群组有袂少住户不满，也毋过也有人表示对震动无感觉，生活无受到影响。不会了，哪有那么没有那么夸张。我都不会，我没有地下室，我公寓都不会，我还前面的。根据统计，伫暗1999市民服务电话拢总接到30通的居民反映，演唱会造成震动有害。北市体育局表示，已经督促万雄协同专业单位监测。大巨蛋整体的那个新建跟营运都是属于远雄这边统筹负责相关演唱会的一些跳跃造成的震动问题那远雄之前有承诺了，他会做好周围比较有影响的这些建筑物做一些监测，必要的时候会找一些专业的团队另外，大巨蛋今次会比较小巨蛋禁止跳动，体育局表示，伫也无科学分析提供证明进前，未做出相关决策。万雄搁一摆表示，结果甲强震数据符合规范，也毋过，若北市府对表演内容形态有建议规范，会搁甲主办方进行研议。记者综合报道。